喺一個寂靜漆黑嘅晚上，地球上突然出現一班邪魔妖怪，意圖襲擊人類，對人類嘅安全產生極大威脅。幸好5位武士嘅後代及時出現，利用武士變身電話，立即變身成武士戰隊，對抗強敵。佢哋擁有攻擊力強勁嘅飛輪武士刀，憑住敏捷嘅身手以及團隊嘅合作，好快就消滅晒所有敵人。地球上未來嘅安危交俾你啦！武士戰隊，武士戰隊出動啦！逢星期日上午9點半到10點喺無線電視翡翠台同各位見面，大家記住要收睇，等我哋一齊嚟支持武士戰隊，見證佢哋對抗敵人，保衛地球和平。故事描述地球上出現一班邪魔妖怪，四出搗亂，破壞地球嘅安寧，對人類正常嘅生活產生嚴重嘅危害。5位遠古武士嘅後代知道之後，立即挺身而出。佢哋都擁有自己嘅武士變身電話。當佢哋將電話變成筆嘅形態，寫上佢哋嘅屬性，再按下變身按鈕，就可以變成正義嘅武士。火、水、天、木、土，變身！我哋係武士戰隊。火屬性嘅紅武士，水屬性嘅藍武士，天屬性嘅粉紅武士，木屬性嘅綠武士，土屬性嘅黃武士。5位武士實力非凡，不但身手敏捷，仲有傳統武士嘅好刀法，誓要將敵人打得落花流水。佢哋亦會用飛輪武士刀去使出必殺技，只要裝上專用嘅神盾飛輪，將佢高速轉動，就可以喚醒所屬嘅武神。喺呢個時候，大家整裝待發，使出必殺技，集中火力連環攻擊，攜手消滅妖魔鬼怪，大獲全勝。紅武士嘅專用武器係烈火武士刀，插入神盾飛輪後，發揮最大威力，所有敵人通通都被打敗。藍武士嘅武士神功可以遠距離攻擊敵人，百發百中。粉紅武士嘅武士神仙橫掃周圍嘅敵人。綠武士嘅武士神矛暗藏武器，快速擊敗敵人。黃武士嘅武士回力刀發動來回連環攻擊。每款武士戰隊嘅武器都獨當一面，威力驚人。5位武士各自擁有自己專屬嘅武神，使用武士變身電話，寫上大字，令武神立即放大，變成實力倍增嘅動物武神。紅武士嘅火獅武神，黃武士嘅土原武神，粉紅武士嘅天龜武神，綠武士嘅木熊武神，同藍武士嘅水龍武神。而當遇上超強勁敵人嘅時候，紅武士寫上合字，5隻武神就會合體，集合火、水、天、木、土5個屬性嘅戰鬥力，變成戰無不勝嘅武士合體。武士合體無懼任何對手，利用佢手上嘅武士大刀，逐一擊退頑強嘅敵人。而當5個武士一齊轉動神盾飛輪，武士大刀仲會發出七彩光芒，使出武士合體嘅必殺技，將所有力量都集中於大刀，終極攻擊，成功殲滅敵人。所有敵人已經徹底被打敗，武士合體絕對係正義嘅典範。保衛地球嘅使命就靠大家啦！武士戰隊已經喺無線電視翡翠台逢星期日早上9點半播放，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啊！以下時間就等我介紹一下部分最新嘅武士戰隊玩具啦。神盾飛輪，佢就係武士戰隊嘅靈魂。每一個武士或者武神都有專用嘅飛輪。佢可以裝喺飛輪武士刀，高速轉動，使出必殺技；亦可以裝上武士合體，極速轉動，變成防衛嘅盾牌。呢把就係5位武士必備嘅飛輪武士刀，係代表傳統武士嘅象徵。而每位武士都有附屬嘅神盾飛輪，例如紅武士就有火獅武神嘅飛輪。
裝喺飛輪武士刀，不停咁轉動飛輪，可以從鏡面清楚見到火獅極速奔跑嘅情景。火獅奔跑嘅速度完全由你控制。黃武士有土原武神嘅飛輪，同樣地快速轉動，會見到土原敏捷前進嘅畫面。仲有其他唔同種類嘅神盾飛輪，快啲收集晒佢哋啦！隨時隨地呼喚唔同嘅武神，而且仲有發聲同發光功能。冇咗佢，又點能夠成為真正嘅武士呢？而家喺各大玩具鋪同百貨公司有得買啦。之後就要介紹最強嘅武士合體。武士合體由5位武士去控制，當中包括5個屬性，分別係火、水、天、木、土。佢哋相關嘅武神亦都以呢5個屬性去命名。當休息嘅時候，會以令牌嘅姿態出現，隨時等候武士嘅呼喚。你哋睇，每隻武神都獨當一面，勇猛嘅火獅武神，巨大嘅水龍武神，輕巧嘅天龜武神，力大無窮嘅木熊武神，仲有身手敏捷嘅土原武神。佢哋身上都印有相關屬性，當情況危急嘅時候，就要立即合體，集合5個武神嘅威力於一身，正義英雄嘅化身，佢就係武士合體。武士合體不但有驚人嘅攻擊力，亦有強大嘅防衛力，全因佢身上嘅神盾飛輪。佢亦可以安裝喺烈火武士刀同埋飛輪武士刀之上，高速轉動，產生唔同嘅視覺效果。武士合體係正義嘅代表，武士嘅典範，你都應該擁有自己嘅武士合體。接住為你介紹武士戰隊其他嘅武神玩具系列。首先介紹嘅係甲鬥武神，佢其實係一隻甲蟲，而身上邊藏有一個神盾飛輪，只要轉動神盾飛輪，就能夠令甲蟲嘅角連帶轉動。而且甲鬥武神可以同武士合體組合，變成威力強大嘅甲鬥武士合體。合體之後，轉動神盾飛輪，依然能夠令甲蟲嘅角做出連帶嘅攻擊動作，使出必殺技，戰勝敵人。大家都快啲買甲鬥武神，提升武士合體嘅戰鬥力。跟住要介紹嘅係劍魚武神，劍魚武神入邊亦藏有一個神盾飛輪，同樣地，只要轉動佢，就能夠令劍魚嘅劍嘴上下擺動，進行猛烈攻擊。劍魚武神亦可以同武士合體組合，合體過程非常簡單，只要將劍魚武神安裝喺武士合體嘅頭同背脊位置，即時變成獨一無二嘅劍魚武士合體，仲可以配上武士大刀，使出必殺技攻擊敵人。劍魚武神本身亦能夠發射劍魚飛彈，攻擊威力倍增。咁強勁嘅武神玩具，又點可以錯過啊？接住要介紹嘅係猛虎武神，當然隨玩具都會附送一個神盾飛輪。最特別之處係當轉動神盾飛輪嘅時候，猛虎嘅四肢都會連帶轉動，同武士合體結合，變成猛虎武士合體。如果繼續轉動神盾飛輪，可以使出必殺技猛虎武神，令武士合體變得更強勁。而當甲鬥武神、劍魚武神、猛虎武神一齊出現嘅時候，佢哋可以進行超強合體，變身成空中霸王武士神鳥。更令人震驚嘅係，如果武士合體同武士神鳥合體，究竟會係點嘅呢？當你集齊佢哋之後，你就會知道佢嘅體積有幾巨大，實力有幾強勁。最後，梗係要介紹一下角色扮演嘅玩具啦。呢個係5位武士不可缺少嘅變身工具——武士變身電話，集合通訊、變身、放大武神同合體功能。
按動鍵盤仲可以發出聲音同燈光效果。佢除咗係一個電話之外，更加可以變成筆嘅形態進行變身。按下變身按鈕，立即發出變身嘅音效。武士變身電話係武士戰隊嘅多功能變身工具，你都快啲一齊嚟變身啦！跟住要介紹嘅係紅武士專用武器烈火武士刀。烈火武士刀體積龐大，仲可以裝上唔同嘅神盾飛輪，令攻擊力提升。按動發射掣，發出攻擊時嘅聲效。而烈火武士刀亦可以改變成大炮形態，射出神盾飛輪，連環攻擊敵人。烈火武士刀仲可以一次過發射最多5個神盾飛輪添。以紅武士為偶像嘅你，點可以錯過咁重要嘅武器呢？壓軸要介紹嘅係武士腰上面嘅飛輪腰帶。佢本身有內置嘅神盾飛輪，仲可以儲存其他唔同嘅神盾飛輪添。飛輪武士刀仲可以掛喺腰帶度，方便武士戰隊因應情況使出必殺技去對抗敵人，維護和平。飛輪腰帶係5位武士必備嘅裝備，絕對不能忽視。最後，希望大家支持武士戰隊，成為佢哋嘅一份子，伸張正義，維護和平。武士戰隊加油啊！